大家好，我係 LC Low 勞律師，歡迎嚟到家法事後。兩夫妻結咗婚，洞房係好正常嘅，但係結咗婚14日，老婆就執包袱走佬，老公仲要告上法庭，要求法官要宣布呢段婚姻無效，原因竟然係老婆拒絕同佢洞房。而呢一單案件最特別之處就係雙方冇洞房而打官司，而因為私隱嘅條例咧，所以香港嘅法庭係冇披露到佢哋嘅身份。我哋簡稱男主角係 H， 當年咧佢54歲，係一位土生土長嘅香港人，而以前咧係專打訴訟案嘅大律師。而女主角咧，我哋簡稱係 W， 當年咧係32歲，細佢先生22年，係一名歐洲嘅女仔。佢一直咧係靠短期簽證留港，平時夫妻嘅關係破裂，通常都係搞離婚，承認係結過婚，但係依家咧關係完結啦。但係今次 H 嘅呈請咧就係婚姻無效，咁即係話喺法律上嚟講咧係當大家從來都冇結過婚。咁 H 先生嘅理據就係答辯人故意拒絕，導致到咧呢一段嘅婚姻係冇緣分嘅。法律上咧點樣解構緣分咧，其實係好嚴格嘅。大家必須喺簽字之後，雙方咧係發生咗一次完整嘅性行為。咁其實點解會有呢條法律咧？其實就係源自於普通法同埋咧教會法。喺古代嘅教會眼中，喺婚姻入邊咧，其中一個神聖嘅目的就係繁衍後代、生兒育女。如果結咗婚而雙方係冇性行為嘅話，咁即係未完婚啦。咁呢一段婚姻咧就冇履行到最根本嘅宗教同埋意義。咁所以咧法律就會容許其中一方以未完婚為理由，申請將呢一段婚姻作廢。香港嘅法律制度咧，好大程度咧係承襲於英國嘅普通法。咁而呢一條法例咧，亦都保留到今日。而 H 先生咧喺法庭度咧都斬釘截鐵咁話，結咗婚14日 ，W 即係佢太太咧拒絕進行性行為，後咧仲走埋佬添。但係老婆 W 就反擊啦，佢話邊個話冇啊？結婚第2朝就有性行為啦。咁究竟邊個講大話咧 ？H 同埋 W 咧喺2016年就相識，2022年就開始同居。H 同埋 W 咧喺2016年相識，2020年就開始同居。佢哋咧就住喺港島嘅南區。喺結婚之前咧，一直都有性生活嘅。2021年佢哋兩個咧就喺大會堂簽字結婚。當然啦，結咗婚之後，梗係一大堆人慶祝啦。而佢哋咧仲上埋私人遊艇度開 P， 之後咧仲直落去到酒店套房玩到凌晨2點。當晚咧佢哋飲咗好多酒，喺啲供詞入邊咧係講到數十支。而成單案嘅核心就係喺3月7號嘅朝頭早，佢哋兩位有冇發生性行為 ？H 先生就係咁講嘅，佢話佢10點半鐘先醒，仲話自己宿醉好嚴重，又胃抽筋又頭痛，根本咧喺嗰陣時佢就冇呢個心情同埋冇可能進行性行為。佢仲話咧，當其時佢太太 W 同佢講咗句 Good morning， 而佢咧回翻去一句之後咧就衝咗入廁所嘔啦。H 先生仲話咧，平時佢哋兩個嘅習慣咧係喺中午時分先發生性行為，仲要沖好晒涼先，好少一朝早就發生性行為。咁太太 W 呢個版本又係點呢？好有趣咧，就係太太喺佢個誓章入邊咧，關於洞房淨係得一句說話：3月7號朝頭早發生咗性行為。咁而 W 咧上到庭接受盤問嘅時候咧，先至擠啲細節出嚟。佢就話大家9點醒，心情好好，之後就進行咗20至30分鐘嘅性行為。咁法官又點睇呢？咁佢就完全唔信 W。咁法官就話啦，其實成單案個重點就係究竟雙方有冇洞房，但係竟然太太 W 一啲細節都講唔到出嚟。法官仲話你臨時先至作出嚟，而 W 嘅解釋咧就話好尷尬，其實一啲都唔合理。相反，法庭就覺得 H 嘅證供合理好多，飲到咁醉，朝頭早9點鐘起身，又點會有精力呢？而呢一單案其中一樣特別嘅地方就係喺3月25號，當 H WhatsApp W 講婚姻無效嘅時候 ，W 咧就咁覆啦，佢會了解下 annulment 同埋 divorce 嘅分別。法官就質疑啦，如果當其時係有發生過性行為，咁 W 應該即刻覆，唔係喎，我哋明明有性行為嘅喎。所以最後法庭就裁定，其實佢哋係冇緣分嘅。法律上咧，如果要告得入咧，要證明 H 曾經對 W 有提出過洞房呢一個要求。其實佢哋雙方咧喺3月8號中環食飯嘅時候咧，已經發生過爭執啦，就係為咗生仔嘅事嗌交，而導致到咧關係直線插水。喺3月17號咧
W 就叫 H 簽名做擔保人嘅申請同埋受養人簽證。點知2日之後咧 ，W 就同 H 講話要冷靜下先。咁喺3月20號，即係結咗婚第14日咧 ，W 咧就執晒嘢走咗啦。咁 H 咧就有講過話，求下你唔好離開啦，佢會改過噶啦。對於呢個情況咧，法官就引用咗一個英國嘅案例，表明 H 咧係有向 W 提供婚姻居所同埋要求留低，構成咗隱含嘅洞房要求。咁所以咧 H 其實係有提出過嘅。咁喺 W 走咗之後咧，佢仲 WhatsApp H， 佢咁講：你遲啲會有仔女噶啦，不過咧媽咪會係另一個女人。就咁樣講咧，就係親口承認咗唔想同 H 有任何性接觸。呢個時候咧 W 就覺得唔對路啦，咁所以佢就打出咗另外一張牌。佢話咧佢有合理辯解去拒絕嘅。W 咧喺庭上面突然間爆料，佢就話 H 嘅脾氣咧係好暴躁嘅。佢話佢咧喺3月8號嗌交嘅時候咧 ，H 咧係打爆咗張台，佢咧係因為咁樣嚇親，所以佢要走。法官咧就極度懷疑啦，佢話呢啲咁嚴重嘅指控，點解 W 嗰張答辯書同埋誓章隻字都冇提呢？咁所以最後法官就話 W 係完全唔可信嘅證人。所以咧對於 W 指控 H 掟嘢，其實一啲都唔可信，係 W 懊悔結婚，所以單方面想悔婚，所以最後咧法庭係判 H 先生勝訴，亦都頒發咗婚姻宣告無效嘅暫准命令。雖然有咗判詞啦，但係佢哋兩個心入邊諗緊嘅嘢咧係冇人知道嘅。我覺得咧喺結婚嘅時候咧，最緊要大家對婚姻嘅期望同埋目標咧係一致嘅。唔知咁多位觀眾身邊有冇一啲嘅朋友係因為大家嘅價值觀唔同而令到婚姻係有裂痕呢？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如果中意呢個 channel，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